因排水过路管碎裂，导致路面塌陷。东莞黄江镇拥军一路起点2号至终点6号，将于11月4日7点至11月14日7点实施，全粉壁抢修。过往车辆和行人需提前规划绕行路线，遵守现场交通指引。各位观众晚上好。阿富汗北部于今日凌晨发生6.3级强震，据官方公布，地震已造成至少24人遇难，630多人受伤。震中委员必或者萨曼甘省交界处，首都帕布尔亦有震感。当地大量房屋受损坍塌，救援工作已緊急展開。沙田圓洲各路發生奪命交通意外，復康會小巴司機遭撞不幸身亡。今日上午8時21分，一名60歲小巴司機意外身亡。司機停車處理車尾升降台時，遭後方寶馬私家車撞擊，被困車底昏迷，送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無效。寶馬司機受傷送院，傷情未公布。現場寶馬車頭損毀，留有血跡，路面交通受影響，警方正調查。日本近日多地都出現熊出沒事件，據岩手縣官方發布的數據，今年4月1日至10月27日期間，共發生33宗熊出沒事件，造成34人受傷。10月16日，岩手縣北上市發生一宗熊出沒襲擊事件，當地一個露天溫泉有員工在打掃時失蹤。警方翌日發現對方遺體，而現場附近一隻熊則被射殺。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歡迎晚宴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，現場有機械人與嘉賓握手，亦有機械人展示格鬥技巧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晚宴上致辭，指今年主題是駕馭變局鶴立前行，概括了現今時刻由貿易到金融，由地緣政治到全球經濟，都在充滿不確定及動盪的環境前進。屯門車禍凌晨N44B 小巴往落馬洲615P 輕鐵往屯門青倫路口相撞，列車出軌，車禍有傷者，小巴司機、乘客、輕鐵車長受傷，消防救出司機，傷者送院。港鐵了解，警方調查，交通受阻。香港大埔八仙嶺山火撲滅，11月3號晚7時48分，大埔汀角路黎碧山新村對開，八仙嶺山坡突發山火，數條火龍綿延80米，濃煙染紅夜空。消防用山草拍背泵上山撲救，至4日早8時10分，山火燃燒超12小時後終被撲滅。起火原因仍待調查。沙田圓洲角路今朝發生致命車禍，一名60歲復康會小巴司機喺車尾處理升降台時，遭後方寶馬私家車撞倒，重傷昏迷。傷者由消防員救出，送歸也斯親王醫院搶救後不治。寶馬司機同高受傷送院，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。沙田發生2宗復康巴士交通意外。2021年3月26號下午約5時，一架復康巴士喺沙田圍路與沙田路交界與中型貨車相撞，造成包括2名司機在內共10人受傷，傷者清醒送院。另一宗事故中，一名復康巴士司機喺車尾處理升降台時，遭寶馬私家車從後撞上，司機送院後不治。警方正調查兩案。OpenAI 全新瀏覽器 ChatGPT Atlas 已率先登陸 macOS， 它有4點明顯優於 Chrome。ChatGPT 側欄自然不干擾使用，可滾動分頁讓多任務更順暢，能一鍵顯完整網址，還兼容 Chrome 插件，超實用。不過目前暫不支持多 Google 賬號切換，頻繁的升級付費提醒也影響體驗。雖潛力。香港新增第3宗基孔肯亞熱本地個案，患者係一名45歲男子，住喺青衣曉豐園，係上環工作，潛伏期內到訪過葵涌廣場同上環信德中心，無外遊記錄。衛生防護中心表示，患者同早前黃大仙鳳德邨嘅2宗本地個案無流行病學關聯，顯示本港可能出現第2個傳播源頭。今年累計已經有55宗確診，其中絕大部分都係輸入個案。專家警告，雖然天氣轉涼降低咗白紋伊蚊嘅活躍度，但仲係有基孔肯亞熱爆發嘅風險。
患者常見嘅症狀包括發燒、嚴重關節痛同皮疹，潛伏期大約2至12日。專家呼籲市民着長袖衣物，用驅蚊劑，同埋留意屋企附近嘅積水，防止蚊蟲滋生。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喺青衣、葵芳同上環展開大規模滅蚊行動，並且設立咗健康站為居民評估健康狀況。當局正係追查緊感染源頭，並為曉峰園大約1500戶居民做篩查。市民如果10月1號之後到訪過相關地點並且出現症狀，應該立即求醫。